珍珠，王后有何吩咐？你去前面找木坚，就问大王今日会去哪里。让木坚转告大王，就说我亲手做了楚国的菜肴，想让大王来品尝。是。玳瑁姑姑，你再去准备一份厚礼。是。妹妹，你代我再谢谢张姨。是。妹妹，其实这一切都是妹妹的功劳。你别往会院去了，以后跟我住一块儿吧。姐姐的好意，我本不应该拒绝，但姐姐知道我有一个幼弟同住，实在不方便住进来。有什么关系？让他也过来一起住好了。听人说，男孩子阳气重，容易让女人怀上儿子。这个张姨真是太该死了，竟然坏了姐姐大事。是我小看了他，他竟敢拿着姐姐的会金，还反过来咬姐姐。他既然敢这么做，就说明他有恃无恐。可他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的客卿，连大良造都败在他手上。今后你我不得不提防他了。哼，绝不能这么轻饶了他，一定要好好想个法子教训他一下。暂时还不能公开得罪他。为什么呀？张仪此人心术不正，除了爱财，还觊觎大良造之位，所以不管大良造说些什么，他都要反对。但是此人舌辩无双，得罪了后患无穷。那不是叫人吃了亏，还不能抱怨吗？抱怨无用，要能使他为我所用才好。怎么说？我在想，他既然能坏了我华儿的大事，说不定有一日也能成就我华儿之事。夫人，公子来了。华儿，华儿拜见母亲。魏少使。华儿，哎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随司马将军进宫禀事，顺便来看看母亲。快让我看看。华儿，你怎么好像瘦了？孩儿结实得很。你可听说，前一阵子宫中议论立太子的事，大家都看好你。若不是大王听信了张仪的谗言，孩儿听说了。既然父王并不想即刻就立太子，母亲何苦要强求？可是论军功，论才华，这宫中无人能与你比肩。那母亲更不用焦急，让孩儿用军功说话。姐姐，公子说的有些道理。有一日，公子若拿下总统领左庶长，以此之名统兵打仗，而大王其余诸子不安兵事，姐姐你说，大王会考虑立谁为嗣？可是，一拖再拖，万一王后生下嫡子，黄口小儿怎能与国家栋梁相比？来，华儿，跟母亲好好说说话。怎么，张子早知会有今日？张仪做事自然要走一步看三步。会不会眼前这件事情，从头到尾也是你一人操纵？那倒不是。开始是魏夫人想要我游说大王立太子，我本无此意。可后来听说他向朝中多位重臣一一送礼，更有那公孙衍想拿我当枪使，我张仪岂能任人摆布？那魏夫人真是自作聪明。若是人人都求道，人人都答应帮忙，那若是不成功，岂不是人人都没有责任？没错，我张仪的心胸可以容纳四海，却也会分寸计较。我跟公孙衍不和，他想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中，他玩得动吗？其实，王后就是不求你，你也要把此事搅黄，对吗？敢问芈月，如今这天下是什么样的天下？大争之事，人人皆有争心，不争则亡。说得好。话说回来，后宫之争本与我无关。张子是侧室，
要的是立足朝堂，纵横列国。不错，但后宫之事如果剑指前朝，我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。所以，张子不是收礼办事，你是在借力生事。知我者